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假头一日，国道5号南港到头城，塞车可能开到下晡4点。天气湿湿冷冷，明仔载为路暝会继续落雨。6月开始禁止旅行团去中国，交通部表示，等中国开放因的旅客来台湾，才来讨论看敢要恢复开放。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开始休过年，连假头一日，因为冷气团落南，天气是湿湿个冷冷。玉山昨暝是降到零下1.8度，开始落雪。气象署表示，明仔载为路暝会继续落雨，新正初1到初3水汽就会变少。若交通的部分，高公局预告国道5号南港到头城，这塞车可能会塞到下晡4点。看玉山气象站四周围规个予白色空气，因为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国家华南分河区向东边偏山，天气正湿个冷。为初一暗时就开始落雪，温度降到零下1.8度，规个是白色色的世界迎接新春。玉山气象站的回报部分是积雪已经有5公分厚。基本上在10号之前，我们都有可能会因为水汽加上温度的配合，在各地的山区的3000到3500公尺以上，都是有可能会有降雪的部分。气象署预测，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一直为小年夜影响到正月初3。这段期间，各地半暝到透早拢是正冷，中部以北气温是10度至14度，南部差不多12至15度。那小年夜一直到围炉暝这2天水气上济，初1开始，雨区会渐渐缩小，正月初2到初3是转为大冷的天气。连假头一天，透早国道5号就开始出现回乡的车阵，所有地区甲苏花界沿路6点就开始车流渐渐增加。苏花改沿线及热门观光景点均有规划警力及易交通疏导管制措施。根据高速公路局的统计，到早起9点，国道全线交通量是23.200万车公里，而且今仔日的交通量是107万车公里。高速公路局嘛公布国道有5大开塞车的路段。这样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从早上开始就会陆续有车潮涌现，一直持续至下午的4点。另外，在国一南向的杨梅至新竹，以及国3的土城至关西，会从早上开始陆续有车潮，一直持续至中午之后。高速公路局提醒，南向尖峰日是正月初1至初3，建议用路人若做要行西部国道，一当伫早起6点前，还是中昼12点了后出发；若是国道5号，一当伫透早5点前，还是下晡5点了后上路，以免塞伫车阵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观光署昨雄雄宣布讲，为即马开始，旅行社袂使阁租去中国的旅行团，而且6月开始嘛禁止旅行团去中国啊。这业者听到拢真愤慨，因为6月到8月是大月，有袂少团拢已经收点金啊。那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等中国开放因的旅客来台湾，莫阁变出头去无空，再来讨论开放。观光署初一下晡宣布讲，考虑到中国甲东还未开放，中国团客来台湾，进前阁宣布改变N 503这航路运行的方式，冲击飞航安全，精细变更含个人航运安全这因素。且旅行业2月初一开始停止招揽去中国的旅行团，旅游业是大美禁团令无法源，而且6月了后是拄到休热的大月，早就已经收团费的定金啊。发表严重的愤怒跟抗议哦。昨天发布这一则新闻，让我们很多业者鸡飞狗跳哦。6月份已经收客6、7、7、8成了，那比较特殊的旅游景点的话，都是7、8月以后都已经收定了。那这些旅游纠纷如何善了？因为大陆的不友善，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做反制，不应该把消费者跟业者绑在你的这种两岸意识形态政治争斗上面。根据国外旅游定型化的契约，出发进前有法定的原因来解除契约，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会当解约。旅行业必须要把已经订立的行政规费，也是已经纳的必要费用扣除了后，退钱给旅客。若是定金已经纳啊，就算余款会当退，这旅客嘛会有损失。对这交通部讲，已经请观光署和业者开会，原则上希望甲6月了后的团队头前刷去3月到5月。买各行业这必要的协助。如果他们团客开放过来啊，这个，那另外不再有一系列的这种
动作，包括像 M503，应该尽速跟我们做沟通哈。我想这也是留下一个我们希望得到的这个回应了哈。如果这个回应，我想说后续还会再做检讨。外团管单位和行政部门对组团去中国的政策意见无同。交通部中心讲，世界各国对团客的往来拢是相向的。台湾去年底就放出善意，讲3月要恢复出团中国，但是对方无善意，甚至是恶意。下部会是有共识，爱停止组团。记者综合报道。这过年时啊，真侪人会买彩票报看买啊运气。不过昨半暝有歹徒走去新北罗州一间彩券行抢劫。警方调监视器，伫今仔早起7点半抓到嫌犯。警方伫嫌犯睡厝的所在抓到人，甲带转去侦办。昨半暝11点半，这个68岁姓何查甫人举刀啊走入去彩券行，叫店员甲现金交出来，伊抢到20多万，人就走去啊。警方调监视器，对查8点钟了后有抓到人，要来理清伊犯案动机。昨下晡3点外，嘉义有民众看到一台轿车后斗的门无关，有载一只脚踏车。不过详细甲看，竟然有一个囡仔坐伫后斗，实在真危险。民众好心要提醒，这台轿车煞无要甲插。嘉义市府表示，这已经违反绩效款法，会通知驾驶到案说明。载着脚踏车的小客车后车厢无关起来，不过后壁民众愈看愈奇怪，向发现佫有一名囡仔伫后车厢内面，表情看起来有一怪惊。跟他讲吗？小孩在后面。身材较细汉的囡仔闭伫后车厢，烦恼是囡仔变高人对伊也爬入去车厢，家长唔知影，看到民众赶紧要去砸车提醒，不过对方的车窗关起来无回应。迄时阵马路有袂少车，互伊烦恼囡仔安全。危险，因为那个车盖看起来没有绑任何牢固的动作，所以有时候甚至在开有那个路比较颠簸，它也会上下掀动一下。万一那个脚踏车掉下来，人也搞不好会连车带人就拉出来。代志发生伫嘉义市5号南路和军辉路口。7号下晡3点，有民众发现囡仔被藏伫后车厢，手内面阁抓着一台脚踏车，怀疑是家长为了一时阵的方便。从影片来看呢，该行为呢已经涉嫌违反《儿少权法》第49条的第15款哦。那最高呢可处以6万到60万元的一个罚款。按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3项及第7项相关规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社会处表示，当事人已经违反离校款法，已经请警方调出车辆的资料，通知到案说明，要调查是毋是管教有问题。记者李小明交管嘉义报道。南投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兼任学校野球队的教练，涉嫌性侵学生超过10年，有6个人出面甲指控。目前，这个老师已经向羁押禁见，学校嘛已经甲停止聘用。曾经去教育部表扬，伫咧南投关某国小兼任棒球队教练的黄姓教师，涉嫌性侵小球员超过10年。南投地检署6号发动搜索拘提，顺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消灭证据，高传证人反复实施之余，向南投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黄姓被告涉嫌对儿童妨碍性自主案件，于2月6日对被告执行搜索并拘提到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被告犯嫌重大。有湮灭证据、勾串证人、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检方表示，目前当地咧清查被害人，已经有6个人指证黄嫌犯案。南投县教育处是强调，学校已经依照性平法成立调查小组，这名教师已经停聘。学校已经依据性平法启动了这个调查，组成了调查小组。那目前该名教师已经停聘。学者是认为，台湾校园性平教育敢若关注伫咧性对性，学生并唔知影若是拄到输对性宽恕性侵、性骚扰等问题，爱如何应对甲自保。这个教育由校内的老师对校内的学生实施的时候，他通常主题是落在生对生，他们不敢对责自己说，如果我们这种有权势的老师靠近你，你要。郭立安也呼吁，性平新法通过了后，中央甲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应该积极落实保护吹哨者，更加明确规范师生片面独处，才会当卖互这款的代志一再发生。记者南投报道。
台南有一个82岁阿婆，家己一个人住伫家厝内底。不过前2天因为电线烧拍电，规间厝烧起来。加在施工时，这个阿婆出门做山工，才平安度过。即阵有民间团体甲公所去甲关心斗相共，希望护士大人会当安心啊过年。高龄82岁独居的洪城阿嬷，今日日家己去用大火烧起的厝内面，面对满地的年火，也讲去用烧了的厝顶，嘛感慨无奈。台南下营这栋平房6号发生火警，好佳在当时阿嬷是出门做零工无伫厝，幸运逃过火警，但是年纪来到，面对家当全部拢去用大火烧了，嘛感觉真悲伤。我们长期在供餐，所以礼拜二那天我们刚好来供餐。就是下午的时候，刚好阿嬷回来，然后再整理东西。我们大家都打零工而已啊，一个月只有3700块的老人领津贴而已。就靠这个？对，就靠这个。然后平常他就打一些老人零工这样。住伫家咧生活，我拢这2个小姐咧甲我照顾我啦，当啊啦，拢送落便当来我食，年啊这拢送物件我。我已经我单咧住我查囝遐啦。互我查囝甲安尼甲关心。面对目前的处境，阿嬷只会使暂住查某囝厝内面。不过因为伊无继续立法的身份，平常时就靠行善团来送餐、做零工，佮加上查某囝嘛是新障的身份，家境并无好，因此公部门配合一透早嘛来关心，就要配合民间的资源来协助。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先募集私人团体的这些的爱心哈，先来给阿嬷救急啦哈！不管我们公所自己有行善团，哈，我们也有那个爱心专户哈，我们都会那个动员物资来给阿嬷那个一点帮助。其实阿嬷这栋平房，去年8月才透过民间行善团协助修缮漏水的厝顶水电，但是无偌久，大不幸因为电线走火烧了，公司协力新厝援手，互独居的长辈会当过一个好年。记者郑云淡报道。中国上空上芳咧威胁南台湾，因为立陶宛停台湾，中国就暂停发签证予立陶宛。即阵连咱的晶片的技术，伊嘛想要淘汰。咱驻美代表朱大雷接受路透社访问，讲中国小想要用骗的、用怪的淘汰台湾的技术。朱大雷是认为讲，亲像美国禁止甲晶片卖予中国，伊认为是有必要的，伊嘛赞成这款做法。为了晶片的先进制定技术，中国最近用抢人才、商业间谍的方式淘汰技术。台湾最近原来查到几落件中国涉嫌非法抢台湾的半导体人才去中国公司任职的这个案件，咱驻美代表余大雷接受路透社专访，也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相关管制措施的做法。They cheat and they steal technology, etc. So by imposing these measures towards PRC, I think is needed, and also it's an effective way to hopefully make PRC comply by these set of rules that we all follow. 余大雷是讲，美台是坚定的合作友伴，台湾透过军购方式，用伫提高自我防御能力，强调今年台湾国防预算占 GDP 的2.45%。This is highest ever in our history of defense appropriations, which equivalent to $19 billion. And I think as is needed, we will also adjust our military budget accordingly. 中国对台一直施加压力唔捌停，1月底高雄暂停核发签证予立场友台的立陶宛，无任何的解说。立陶宛外长兰斯伯吉斯搁再直接指控中国对因施加压力。立陶宛成为北京在施压的一个对象也是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场域里面持续的对台湾外交施压的一个方式。巴丹群岛它的基地建设完成之后，未来就可以跟台湾的南端形成一个防务的连线。我们的防空反潜能量虽然说不弱，但是如果说能够有邻国的协助，那当然是最好。为了防范中国势力扩张，根据偏颇的报道，菲律宾计划伫上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加强军事部署加基础建设。军事专家认为，除了有助台湾抗中，菲国也当因应中国伫南海制造的紧张局势。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三太子》大家拢有看过，不过有一种电器形象，你可能都唔知影。这是少年艺术李玉生的作品。大身红仔身躯牵电火，看起来是真有气势。另外，李玉生做上济都是新名模啊，伊甲台湾特有种的元素加入去。
让传统的民俗更加创新、更加现代化。大入门就通看到要3公尺悬的千里眼顺风耳甲反射将军，但是这和传统的形象无同，因那电火倒起来是愈有气魄。这是设计师李玉生的作品，伊过去定在做剧场的服装设计，自2018年开始慢慢转向民俗艺术，想要对传统当中去做现代化的设计。大神翁啊，我小时候就好喜欢看啊，人去装翁啊。家己整个较大声的，然后这也跟现代的就是攻壳机动队啊，或者是就是新世纪福音战士这种概念也很像。其中李玉生做上济的就是新帽，每一顶拢是用手工凹金线慢慢啊填的。新面的帽啊有真侪传统的元素甲意义，伊认为这袂当消失，但是伊嘛毋忘加入一寡创新。像目前这顶放伫台北树林驻汉宫和马祖加持的马祖冕旒，伊就甲台湾特有的4牌加入去，互相定有伫合作的驻汉宫主委嘛正肯定伊的创新和对传统的尊敬。传统就伫咱台湾生活的画面更加现代化，让更多现代人就是也就是回头了解咱传统甲即马现代的一些关联。锤炼有9条，这是固定袂用咧变的，所以有遵守该遵守的古法有遵守。我嘛真鼓励少年的拢照步来，一寡创新来我们这个庙宇使用，也是来配合注入一点新的活力。这顶冕旒未来要伫美国的实景节目参与比赛，毋望互世界看到台湾民俗的艺术展现。目前先放伫咧驻汉宫和马祖加持，安装的展出到正月初3，庙方嘛欢迎民众做伙来欣赏。记者卢尚如、张玉水台北报道。有一种运动叫做 netball 无篮板的篮球，可能伫2032年奥运会列入去正式项目。咱国内嘛拍拼咧训练选手准备比赛。不过，这款无篮板的篮球比普通的篮球是更较注重团队合作，这队员配合就爱斗打，才有赢球的机会。团球就是袂使运球，敢会使靠配合将球送到篮骹，交互射手来投球。顺利将球投入去，毋过详细一看，篮球无篮板，用的球甲排球差不多大粒，这就是内部。伫台湾奉叫做篮网球，是自篮球演变过来的。毋过甲篮球无共款的，是无啥可能会出现一人球队，因为内部伫袂使运球，也佫有只会使提球3秒的限制之下，团队合作一直传球是上好的战术。哪走哪接球，搁随将球传出去，就是要训练配合甲球的流动性。毋过看过去，除了背准国手，也佫会使看到国中生嘛做伙伫练球。这项运动在台湾比较不盛行，家人来这就是有妹妹他们，就是也愿意学习。我觉得我们就是会的就教他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其他走位技巧跟脚步。期待就是跟别的选手一起比赛，学习，互相学习。2024年篮网球亚锦赛9月26日伫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比赛，国手希望未来会使将国际比赛经验传承给小球员，因为2032年奥运内部可能会是正式项目，到时阵这小球员就有机会变做代表台湾比赛选手。国际奥会在这1-2年，它会正式公布2032年奥运的主办项目。那如果篮网球真的进入了奥运殿堂，我们就即将展开我们的8年备战计划。希望我们的学生在经过这些训练之后，有机会呢变成国家级的选手。2032年布里斯本奥运，内部是主办国澳洲的国球，澳洲一定会争取将篮网球列做正式项目。所以篮网球协会早就伫布局，5万训练优秀的球员，要伫奥运来拼成绩。记者欧文良、张敏如，新北市报道。现代人愈来愈注重健康，嘛要求爱兼顾生态保育。台北北投就有种咖啡的农民坚持歪野肥、歪饲农药，嘛有2家场是打造低污染的环境。不过北部的物价成本较悬，岛民团斗牵成，和农民结合在地农产，和销路更较多元。我咖啡豆慢慢啊倒烧水入去，阵阵芳气冲出来。芳果纯的咖啡是伫台北大屯火山，在地小农好先生坚持无用肥料农药，用自然农法甲生态共生。咖啡庄园得到绿色保育标章，连保育类的麝香猫嘛真介意来食。拍到的不止麝香猫，其实拍到了很多的生物。对，那我就会觉得，
我这个地方，你好像他们还蛮喜欢的，不会因为我来了，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跟其他的生物一起共存，对，而不是去迫害他们，只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农作物。北投当时有都市便利生活机能甲开垦的产地，是一寡小农经营小型都市农业的净土。优先放山两农场，以爱食卵、想食好卵单纯的想法，打造一个低污染、少污染、永续经营生态动物的农场。伫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特别珍贵，要伫当地生活超过50年的烘焙坊业者，利用家己的专长，结合在地农产品，制作各种礼盒甲特色面包，开创地方跨产业的合作。然后找有什么特殊的在地的食材，我能够应用在我的产品里面，会对我们我自己生长的地方会越来越了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除了开店之外，也是我的人生很大的一个丰富。不过台北人工土地甲建造成本悬，北投小农无法度甲中南部产量低甲济种的农产品做价销的竞争，产业发展面临困境。民团嘛协助推萨进行地方产业的计划。从单打独斗到一起合作，北投的这个产业呢，大概加入我们的这个部分，大概有30家左右，他们的营业额成长15%。那我相信这个会持续的这个增加。以北投农产品做主题，整合当地烘焙业、食品加工产业以及农场，希望以北投特别的形象进入大众视野，为当地农业发展甲转型开创更加多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是寒湿湿，气象局嘛针对湘北、嘉南、桃园、新竹、金门、连江这7个县市发布柑仔式低温特报，尤其是连江可能会降到6度以下，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下晡的天气变化，做伙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的温度是12度到15度。中部地区13度到20度，南部地区17度到23度，东部地区14度到21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芊，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